各位乡亲哈，大家平安牛早暗安。今仔日咱的节目真特别爱介绍这个金华老师推荐伊的台语班的学生来甲咱分享啊，我先来念今仔日的作品的介绍啦今仔日活动的介绍咱今仔日是第4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主题是行当代艺术台湾路啊哦，这拢白话字拢是迄面写的我连一字都拢无改所以是有若咧检验讲这个金华老师学生的成绩我写甲人真感动而且来写讲两位女性创创作者的思考作品甲对谈我来诗嘛。因为对自身文化的长期关心、反思甲不断学习，互陈德荣甲李欣妍伫无共的时间点，不约而同去学读写因的母语。自学读写台语以后，对创作的思考的改变是因拢料想未到的。陈德荣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艺术硕士，林欣妍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艺术硕士所以咱今仔日真荣幸，咱就来听因两个分享。因要分享进前呢，我请这个金华老师来介绍这个内容。好，金华老师请。多谢主持人吼，刘哥兄，各位先进大家好吼，真欢喜，这会使算讲我第4遍来参加吼，这个伫遮小解安尼啦吼，真欢喜，今仔心情特别欢喜吼，因为有两个是咧做这个艺术的工课，哇，这对我来讲是足轻松，无啥捌啦吼，会当透过因吼，用即个母语的角度来讲安尼吼。我先来讲吼，伫咧迄个早期吼，2016哦，算起来足早吼，迄阵德荣来参加，迄是阮伫台南开课的第1班，第1届吼。伊来学我，互逐个人讲的是，伊讲这话到即满我阁足有印象的。就是讲，伊是一个伫国外伫做即个艺术的人，毋过伊的作品拢无法度用家己的母语来表达啦吼。所以伊来学的动机，就是讲会当到尾会当用伊的母语来表达伊的作品安尼吼。所以我感觉，当时迄个感觉啦，真感动啦吼。一个伫国外的艺术家安尼吼，了后伊学着是真紧就会晓吼。了后佫有做一个行动艺术的一个作品吼。就是去迄个市议会写迄个白话字，写一张批安尼吼。哇，我感觉这是一个正港甲即个文化啦吼，白话字文化安尼传落去安尼啊吼。所以讲因伫学的即个过程嘛是认真啦，而且真紧着用伫因家己的迄个算讲因的生活安尼吼。真期待啦！落尾咱即个调用吼，阮拢有伫保持联络，落尾伊阁招一班吼，伫美东咱就是用拜一早起8点安尼上课吼，所以因即嘛有甲遮个人一做伙伫读迄个白话字的一寡作品啦吼，真欢喜吼。过来就是迄个欣妍吼，欣妍是2021年应该是11月吼，对吼。伊来学的时，咱嘛是互逐个安尼来讲，是安怎来学伊的动机吼。迄阵我对欣妍同印象就是伊写作品的时阵，伊用即个伊的白话字就写甲拢足准无啥足少的，毋对的所在足少的啦吼。而且我感觉伊伫描述的物件足深入的啦吼。用水声人声，就是伊迄个物件吼，咱感觉你是毋是爱静落来？
吼，了后就是即个语言呐，吼，甲咱即个母语的即个灵魂呐，吼，甲即个艺术啊、文化安尼参做伙安尼。啊嘛，足想袂到讲即个因两个会共台出现啦吼，我是尾后才知影安尼吼，嘿，所以真欢喜吼，今仔日咱会使讲吼，阮安尼一期内底拢无几个人安尼吼，会当互因会当算讲真杰出啦吼，用即个台语的即个方式吼写的啦，还是讲的啦吼。拢表现甲真好吼，啊！今仔咱就要来听用全台语哦吼，来讲因的艺术的生活安尼吼。好，安尼无咱即摆就搁请德阳来小解迄面吼，因为一段足奇妙的演吼。好，来我讲到遮吼，祝福你。好，多谢老师。我等者，我因为咱时间有限，所以我直接先开始了。我等者结束，我较小解一面。安尼，我要直接先 share 我的 screen。OK，connect share。好，安尼敢有看到 ？OK 啦吼。有。好。安尼，今仔日即个标题，其实我想足久，我嘛准备足久。今仔日先足感谢金华老师伫过来个月前甲我邀请，足荣幸的。我感觉是身为一个做创作的人，算做阮是文化工作者，所以我感觉我学台语以后，推广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作品，因为我感觉也无才调，像讲去推萨还是去教台语，这老师足厉害的所以我当会当为即个母语的付出，就是我去甲使用伊，伫文化战术上来甲伊变成一个算做这规个算做一个 statement，就是使用母语即个状况我等下会讲到今仔日主要是要用一个一个 process 去互你理解讲最后母语是安怎入来到我的创作内底一切爱对对wait I should have closed it. Okay, so 我其实是全母语出生的家庭，就是我一直甲伫1981年出生，一直甲去幼稚园较开始接触着华语我妈妈有一个 tape， 有一个 cassette tape， 就是内底是差不多是1983年到84年迄阵的录音内底有我迄阵就大约3、4岁左右我惊阮姐姐伊咧甲阮讲紧来咱来唱歌就是阮迄阵就是即马讲的母语家庭3个人就是拢用台语咧讲话咧唱歌安尼迄个 tape 我即马爱搁甲 copy 出来甲 digitalize， 因为我即马无机器能够放，所以有即个就是机缘伫我的性格内底，伊真正是我的第一语言过来就是一直甲过来就短暂嘛吼，惊所有人共款，你开始去学了，你就是华语就是甲你 take over 安尼所以一直甲我2013年完成我的 math 硕士论文了，我较去意识到安尼我这规本拢用英语写的，用要一印字遐尼高，即本200几页的即本论文，我敢有法度用我的母语写出来结果我迄阵答案是无法度，是完全无法度。我较意识到我是母语的青梅牛所以即个意识互我感觉就真正是迄个就 complex， 就 shock， 嘛就悲哀，嘛就感觉需要去甲即件代志爱甲 fix it right， 所以一开始是想要翻译我家己的论文我论文分开其中的头前一页就是写 J. Chen Made in Taiwan I'm always in between 我想 OK 那即句我要安怎翻译 OK 我叫单着用台湾制作
总是卡伫中，安尼啊，家己安怎翻译，我一句就想做久诶，讲 OK， 这是要安怎翻译啊？所以伫即内底，我要开始来讲，伫我诶创作内底，过来我要选2件作品来特别来，先互你知影讲我诶创作诶理念，一直到上后壁是安怎作品会变成安尼，是有一个process 一个 context 安尼。啊，所以伫我诶作品内底，定定有出现诶三个元素，一个是 authority， 啊，台语可能就是翻译做权还是权，就是即个 authority， 即个我嘛毋知影 ，anyway， 啊，过来就是 paradox 伫台语无即个词啊，所以伫华语内底是甲翻译做悖论，用这2字，华语这2字来讲。啊，日语我嘛有小可 look it up， 因为我感觉台语有足侪词，有足侪华语的翻译其实是对日语来，日语是逆水，用这2字来讲。啊 ，paradox， 简单来讲，伊其实就是一个叫自我，伊的 logic 拢是对，毋过一旦所有的代志拢定现了，伊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一个 concept。所以，亲像讲上出名的 paradox 就是，亲像讲迄个一只牛今日咧走小路，就是去走 track， 啊，你互牛先走100公尺了，啊，你要去遐绕，你应该走了比迄只牛搁较紧嘛，因为牛咧爬足慢的。毋过为着要绕迄只牛，啊，你已经为着让伊，你已经互伊先走100公尺啊，你要去遐绕，你得爱先走你爱走100公尺，啊，毋过伊伫即个时间内已经搁向前，搁行10公尺啊，所以为着要甲绕着，你爱搁走迄个10公尺，啊，你咧走迄10公尺的时阵，伊搁向前，搁走5公尺啊，所以就是伊的迄个 paradox 就是讲，你永远就袂着即只牛，因为伫你去甲绕的迄个时间内，伊已经搁向前搁一点点嘛，啊，你一直爱去 catch up。啊，当然这是 paradox， 就是事实上毋是安尼，毋过伫理论上，这所有的理论拢是合理的。啊，这物件伫我作品内底会一直出现。啊，过来就是 humor 这物件台语嘛无，啊，我嘛无想要用华语来翻，所以我怎甲写 humor？I don't know humor， 所以就是一个较趣味的角度 ，right？OK， 所以啊，另外搁一寡背景就是。这个权威 authority 这个物件，对我足细汉对这个物件都有一个awareness， 我毋知影是安怎，就是有去意识到这个代志。我的印象中就是，阮足细汉，应该即卖囡仔嘛拢爱困中昼，爱拍爱困中昼。啊，我细汉的迄阵啊，搁有迄个救察队，就是来看你困中昼的救察队。无就是班长会安尼顺就对啊。啊，我会记得我迄阵啊读的，我就咧想讲，啊，逐个拢爱困中昼，你都无困中昼，安尼你爱甲你家己记名 ，right？ 就是对我遐尼细汉对这个权的迄个感受是安尼，就是我感觉这个物件就是无合理。咱是平等的人，就算救察队伊嘛是咱拢共年的。啊，是安怎？你来看阮困中昼，阮无困中昼，你甲阮记名，啊，你家己行来行去，你敢是爱逐日拢甲家己记名？所以就有这个印象。啊，过来就是我的大汉拢是读美术班，国小无，因为我国小我读的迄当是美术班成立伫我后壁迄当，所以全无读着。啊，后来国中、高中拢是读美术班，啊，大学读美术系。啊，迄阵啊，自细汉到大汉，拢爱学足侪无共的术科。啊，其中有一项拢自细汉到大汉拢叫做国画，其实就是水墨画。啊，所以伊叫国画这件代志是 problematic， 因为 right 啥物国是中国啊，毋过伊就是无正名，伊是水墨画。Anyway， 毋过这就是我自细汉到大汉的其中的一个吼，所有台湾读美术系拢会上着国画课即个物件。啊，所以这嘛是拢
伫我的成长过程内底的一部分。后来我去读中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后来伫2002年，搁伫大学期间有去，迄阵台中的20号仓库伫火车头遐有伫遐剧场，伫遐有工作过几来冬的经验一直甲我出国进前，所以2002一直到差不多2005啊06左右。过来。就来到 Carnegie Mellon， 一开始是先去读drama school， 就是一开始就是感觉我伫台湾做剧场，所以来美国来读剧场设计。后来读了，搁回转头转去读fine art。这讲来嘛是话头长，毋过今仔日个 presentation 我要讲的是，我后来较意识到，我伫剧场这几冬。差不多7、8冬的训练，其实后来拢有入来到我后来做创作的内底的一个或者啥，一个养分就对啊。OK， 所以来到 Carnegie Mellon， 第一件我学到的代志就是单文型。我会记得我真正是足 shocked， 我发现我伫台湾拢毋捌听过这个人我是快 emotional， 因为我发现伊甲我OK， 首先伊去互国民党台写迄当，就是我出生迄当1981年。再来就是我所有做研究，我发现到伊的背景，也是讲当初学生抗议，遮个逐个街路拢是我有行过的所在，所以迄是足 personal。是安怎遐尼重要的人，咱伫台湾拢毋捌讲过。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毋捌听过这个人，一直甲我来到遮，而且伊是数学系的教授。我的作品内底其实数学就是当作是铁学的一个思考的过程。我的作品内底是有足侪数学的影响，所以我会感觉若是伊无去互国民党台是。我有可能会当伫校园内底当着 ，right 60几岁的陈教授，我有可能是伊的研究生，所以这件代志对我影响嘛是足大。OK，anyway， 后来搁有其他对我的作品影响，甚至嘛袂当讲是影响，毋过就是我对因的作品，因咧做作品的过程中是足有感受的，是 Andy Kaufman， 伊是一个。Andy Kaufman 贾德钦加 Andrea Fraser， 这我袂讲伤深入啦因为就是 Andy Kaufman 伊是 comedian， 伊伫美国算做 controversial， 伊做过一寡像讲伊咧做 stand up comedy 的时阵，伊会伫台顶怎啊甲你读一首诗，就是足严肃安尼读诗严肃甲观众毋知影这敢有好笑？迄个就硬叫的状况之下，是迄个好笑的点。所以伊是一个做 controversial 的演员表演者。Andrea Fraser 伊嘛是做过一寡伫美术馆，也是讲展览，伊用甲别个人导览的迄个过程中来做一寡较。互你会去意识到讲，即马这个人咧甲我讲的代志，我敢要完全相信伊。就是我即马伫美术馆，毋过伊咧讲的代志，敢若，所以就是甲表演的身份，甲迄个批判去放伫迄。过来就是谢德庆，这我较想要 focus 就是伊其实是屏东人，伊的物件嘛是，我其实伫台湾就知影，毋过我伫美国了，搁有较侪的熟悉就对啊。甚至后来嘛伫有去甲伊见着面，甚至有交流，有讲电话安尼，所以伊对我嘛是做 inspirational 安尼。OK， 所以这是一寡背景。过来这三个影响内底，let's see what's coming up。OK， 过来我要先讲今仔日要分享的第一件作品就是《梦幻马芳》。
计划，膨化美芳计划。这个版本是0.19810702。是安怎是这个版本？我等下会讲互大家知影。敢会使请有开麦克的人，甲你的麦克关起来，因为有一寡声音，有一寡外国人的声音。OK， 所以膨化美芳计划，伊就是即个环美芳，毋是膨美芳，美是美环美就是去看电影会食迄个膨化美芳。即个计划本身是要找2粒一模一样的环美芳，就是因为环美芳其实我毋知你敢有认真看过，伊崩出来拢足无共款的。本正我才有一个 video， 毋过因为无声，所以我要甲放了，我来甲你讲伊咧讲啥。伊这差不多1分钟的 video。OK， 所以伊咧讲大家你好，我的名是 Brian 什么什么什么。我要甲你讲一个膨化美芳的计划。这是伊放的，伊个 subtitle 是讲上帝到底敢有等18啦？讲2粒一模一样的膨化美芳，这个想法敢有足神奇的，敢有足含的。好，咱开始进前，我先处理一下。OK， 所以这个计划就是你爱去甲量，大家拢量。伊个宽度，伊个重量，伊个国籍，伊个 whatever。所以伫2008年到2014年时阵，有足侪展览。像这是一个膨美芳花的房间，这内底你若是入去，就是全世界上侪膨美芳，你行入去，你根本看袂到我。咱若是伫这个房间内底，你看到就是全部拢是膨美芳花，安尼你看袂到我。咱咧讲话时阵，你无法度喘气，你也一直甲迄个膨美芳安尼甲吐出来。OK， 所以伊即个计划搁拍一支纪录片，搁有一寡活动，像讲伫迈阿密伫遮办即个海边仔活动，有人会去用即个 template 去拍摄，了，你放即个面，因为你拍乌，就是有一种你去 vacation 的感觉，所以比较人做爱拍即个。你甲即个物件放伫你身躯顶了，你去拍你就会当拍出亲像安尼一个膨美芳花的一个 sunburn。好，伊讲找着，你想讲2粒相共的膨美芳找袂着哦。我摕互你看伫真，伊去甲两粒甲放伫真，因为着伊安全，一粒差不多伫遮，一粒差不多伫遮，用迄个针安尼甲控起来，安尼因2粒就会保持即世人完全拢会共款。好 ，OK 。所以大约是咧讲即个物件。毋过我今仔日伫遮要甲你讲的版本是要甲你讲即个0.0645的即个版本。即个版本是伫2000年的4月，伫 Cafe Philo 发生的一个 talk， 是叫做 Art and Critical Thinking a Lecture。How does art work？ 就是艺术是安怎作用的。毋过即个版本因为大家拢知影，武汉肺炎伫2019年的年尾爆发，所以即个 lecture 全去互 cancel 去，全无发生。所以我只好甲你讲另外即个6453，另外即个膨美芳花版本。即个版本伫迄当的Cafe Philo 伊有发生哦，伊这是伊的 poster， 做甲袂输迄个长辈图安尼足歹。好 ，artist talk。Identical popcorn project. 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rt? 咱咧讨论艺术的时阵是要讨论啥？认同请分享。OK， 伫即个 talk 迄当迄届台湾有成功阻止武汉的肺炎，一开始2019年的年尾，伊有成功甲全世界通知WHO、WTO、whatever， 伊就是卫生组织，伊有听台湾的话哦，迄当无甲 ignore。
所以怎啊成功甲武汉肺炎控制伫中国内底，啊中国怎啊锁国5冬，拢无中国人出国，啊嘛无人咱入用足赞诶。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迄个 talk 就有发生，伫 Cafe Philo 迄个 talk 就有成功发生。啊，成功发生内底，内容迄届诶分享就是得到足好诶 review， 逐个拢讲哇，迄个 lecture 有够赞诶，是即档上赞诶 lecture 安尼，啊，佮有其他诶 review 安尼。啊，迄档伊咧分享诶，就是防范马蜂计划诶0.19810703即个版本。足好找诶吼，我知影。毋过等者特别说转来，你特要接起来。啊，迄个版本就是咧讲，即个48回诶文化论坛诶时阵，咱得用去分享伊惊陈文成诶即个来 Pittsburgh 诶怀念啊迄届对，我想起来，迄个版本内底陈文成伊惊因某1981年要转去台湾迄当诶5月，因某怎向阳去得流感。怎啊拍袂甲足严重诶，啊佮吐佮流安尼，所以因怎啊取消，怎啊无转去台湾，啊所以后来伫2013年诶时阵，陈文成怎啊成为得用诶论文内底诶其中一个指导老师，啊怎啊甲签名，啊今仔伊迄日嘛有来参加即回诶48回诶世界文化论坛诶贵宾安尼，啊所以。毋过你即马当咧参与诶是0.19810702即个版本内底陈文成无有转去台湾，所以是安尼。啊，即个版本是得用伫即个论坛2022年8月20号伫遮发表诶。啊，伊先放一支 video 了，伊用台语落去解说 video 咧讲啥。啊，迄个 video 内底咧讲，伊即个历史5字的版本，就是伫 Cafe Philo 无发生的即个 lecture 了，伊佮讲好无，咱来讲历史53即个版本。啊，迄个版本有发生，因为台湾有经过世界，大概有听入去。啊，即个版本有发生了，迄个版本内底伊就是讲0703，即个版本内底，陈文成有参与，啊，伊有签着用诶。论文，所以其他是即个0703内底，我要互你看我诶 keynote，因为迄个，这就是今仔日咧要讲诶是即个 Popcorn Project 诶第一个版本，啊，伊其实是伫我即本印伫即本论文内底，啊，毋过因为论文安尼现互你看无好看，所以我直接用 PDF 互你看。啊，伊一页，安尼顺过就好，足紧诶，要甲你讲一下，就是即个版本内底，就是嘛是咧讲啊，即个 Popcorn Project 是安怎开始诶啦？2006年诶时阵，安怎啊，讲着 Quantum Theory 啊，讲着 Einstein 惊迄个 Bohr 诶 debate 啊，看着迄个上帝咧等示巴啦，啊，讲着这 Popcorn 要安怎，后尾啊测量较知影伊敢有共款啊，啊有一寡艺术诶 exhibit， 啊，佮做一寡 accessory， 就是亲像讲迄阵啊吼，古早时阵诶 Nokia 手机啊，一个安尼，会当饲安软啊，是做一寡枕头，会当互囡仔跳。啊，这拢是 fundraising， 就是要集资嘛，吼，来做即个计划。啊，就有一寡 public space 的 sculpture， 吼，就讲可能伫 Tiananmen Square 啊，还是讲可能 New York Central Park 啊。啊，一寡 festival 即拄则迄个人嘛有甲你讲着，啊，结果后来就得到一寡 sponsor， 就是一寡有名诶 popcorn 诶 sponsor， 啊，就成立一个lab， 吼，有去成立，啊，成立了就是有咧研究讲到底要安怎蹦出一模一样诶爆米花，啊，过来就佫讲着，中国一直拢对台湾有迄个嘛吼，啊，安尼2018年诶时阵，怎出兵就对啊。啊，所以后来就开始战争了。啊，因为战争了，这两个国家变一个国家了，伊就甲即个 popcorn 甲炸去中国。啊，这是伊伫passport 顶悬的 protest， 就是甲写台湾。结果后来迄个 passport 就去互人
invalid 去取消去，因为你袂当伫 passport 顶管安尼黑白话。Anyway， 这伫中国的一个足大的田内底，就是去设2间一模一样的 popcorn 的工厂。这2个工厂内底，就是科学家拢咧研究讲，咱是要安怎蹦开，咱蹦出一模一样的 popcorn。这是一个生产线，你就是爱选啊，你爱洗啊，爱含糊打料去测伊的密度啊，过磅啊，去磅了，搁切一解，最后去3D 的扫描安尼。一个生产线的相片。因为这个物件 ，popcorn 这物件就 vulnerable， 就轻嘛吼，所以你小可手去甲动着，你就碰着油，还是你甲地破，所以伊爱避免人类的 interaction。你人袂当伫遐，你就算喘气，你都有法度甲你的水气甲互伊去输去。所以伊这规个 facility 内底拢无人，你拢无看到人的原因是安尼。所以伊咧放咧这架一架，大家拢有一个编号。你互伊编号了，你安尼扫描，今仔日扫描即了，行过去你扫描过的档案去比较。这个扫描编号就变成01的即个编码，安尼大家就拢无共。伊迄 popcorn 就拢伫即内底一架收好安尼。这是一个算做大约一日会当磅几粒 popcorn， 一日会当3D 安尼 scan 偌济粒，所以其实是足慢的，因为你磅较紧嘛，你3D scan 安尼足慢的。这就是我看卖这就是伊这线上粗毋对，伊这就是咧讲大部分99%的迄个2粒的相共的程度拢足低，有足少。会当关到99.9%，毋过嘛无到100%，要足困难的就对啊。所以这段时间内，就一直去分享国际的研讨会，去发表论文来讲一个。到2066年的时阵，竟然去互找着，找着了，去放伫井，放伫井一粒，因为找着紧来甲封起来，较袂去变形去。所以伊这就是后来就去摕着 Nobel Prize。后来2067年，这下是86岁时阵，对用就去甲拜访安尼，都恭喜安尼。OK， 所以这是迄个版本。OK， 过来，讲去对去。OK， 这是迄支纪录片。我即摆会当放，毋过无声，所以连结你会当去 YouTube 顶管找。YouTube 顶管你若是去找 Popcorn Project Documentary， 就会当找着。这嘛无声，这影片的开头写妈祖保庇，所以就是这个伊的重点字就是 Popcorn Project Documentary， 你就能找着。OK， 好，所以documentary 过来后一啊，过来就是 OK， 所以你就发现到，伫这个 project 内底有足侪版本的。你小可有一个变动，就搁一个新的版本生出来。像讲今仔日伫遮咧讲，若是有人拄则听已经听到火起来，我即摆是咧听对一个版本就离开啊。迄个离开的人就做成今仔日的即个 presentation， 搁一个新的版本，因为伊可能已经离开去做其他的代志，还是讲就虾米一个蝴蝶效应的发生啊，所以这新的版本就一直生出来。所以我有足侪版本的，就真正有足侪版本的。只要有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就一个新的版本生出来。所以你会当想到，其中就有一个版本，就是像讲当初1949年中国国民党无来到台湾迄个版本。若是伫迄个版本内底，我即世人就是拢讲台语，可能学一寡原住民话，还是学一寡西拉雅平埔族的话。我即世人应该就是完全袂讲华语，毋过我今仔日毋是伫迄个版本内底，所以因为遮个版本都是我用 Keynote 做的，我 Keynote 无法度即摆互你看，所以你当会当相信我咧甲你讲，我有遐尼侪版本，我嘛有可能是咧甲你讲白菜，是讲伫今仔日这个版本内底，我根本无遐个版本，我爱伫另外一个版本内底较有遐个版本 ，right？ 所以我就今仔日用即个
PDF 的 file 互你看。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帮环保芳的计划。啊，我有一届其中毋知对一个版本内底，即个影片是无声音的，所以我放互你看。啊，即个版本内底，迄届是一个大 auditorium， 一个足大的迄个演讲台。啊，迄阵啊，这下头鬃足长的，因为伫美国读册拢无钱，通去加头鬃。你通看着讲，伫这几个录影内底，伊这演讲的时阵，有一个人手摕录影，甚至对伫伊边仔咧甲录影。啊，即个第二个影像就是迄个手摕录影机的人的录影。啊，过来即个第三个影像是来自其中有一台录影机是放伫观众坐所在咧录，即个第一个人咧甲这下录影，啊嘛录即个 lecture 的过程。啊，过来阁有另外一个即马遮无看是，阁有伫即个第一台这是第二台摄影机的后壁，阁有另外第三台摄影机咧甲咧录第二台摄影机咧录第一个摄影机，所以伊就是造成一个 loop。啊，伫头前阁有咧蹦米芳会，就是规个演场内底就是足芳的，因为你知影蹦米芳是一个足芳的迄个味，啊，一开始蹦了就是规间拢迄个味。啊，阁有啥 ？Anyway， 所以伊惊你得让想象惊今仔日拄则我讲过，就是伊有一个轮回，伊伫即个 talk 内底，足紧伊就开始 loop， 伊就开始去 refer 去讲着，你今仔日来看即个录影，你今仔日来看即个演讲，敢毋是一个足乱的演讲？啊，伫迄个 slide 内底，伫顶悬的 projector， 伫即个顶悬的 projector， 伊就会开始互观众看讲，结果你今仔日来看即个演讲内底竟然咧蹦米芳，吼，所以有小可亲像咱拄则已经 demonstrate 过程诶，即个状况就对啊。好，所以过来 next， 无 next， 啊无我搁去讲一个好，啊内底像讲我搁有一本字典，啊即个字典内底内底拢是纸条啊，咧写讲啊，若是出现即个状况，就讲若是有人问一个举手问接下一个问题了，我就会去字典内底去找字页，讲好，我来甲你回答你即个问题时阵，我就搁放另外一个版本来甲回答伊迄个问题，毋管迄个问题是啥物，反正就是一个版本来甲回答就对了。OK， 好，后一张 ，next slide。所以这大约就是蹦米芳会计划自2006年到即马 ongoing， 因为逐日的生活拢会造成千万的无共的版本。啊，今仔日咧看是0.19810702即个版本。过来要讲另外一件作品是自首计划。我看即马搁留几个人搁继续来听。OK， 过来袂谢林拢啊，谢林拢已经结束啊。自首计划是2008年一个 Turn Yourself In Project。啊，这个 project， 我会建议出来讲，因为伊嘛是惊我是台湾人的背景有关系。OK， 伫我出国读册进前，1989年到1993年是有即个外册包包咧回收粪扫这。若是我之前还是较老的，应该拢有印象；较少年的应该都无印象啊。所以迄时台湾就开始吼，就开始推销回收这个概念。啊，伫迄进前全部拢是包一包。啊，过来到1988年，台北市正式开始试办粪扫毋通等壁到，就是伊有车会来甲你收。即马华语叫做。粪扫无要落涂骹，无落地。啊，毋过因为台语的落地毋是迄意思，落地是读册甲落地，所以我无法度安尼翻译。啊，到1999年的时阵，台北市正式开始是即个粪扫车来甲你收粪扫，无搁等壁工。啊，到2003年到2006年是粪加粪扫分开诶开始实行，所以。我大约是2005、06迄阵离开台湾的，所以我拄好有去南部迄阵开始扫，所以我对即件代志有印象，就是有去互
教育训练着伊个吼一寡团单啥物货，所以你伫台湾活甲迄个年岁，你大约对粪扫已经变成一个惯势啊！你就是即件代志，就是分类啊，啥物货爱分开，啊，当粪扫的时阵，啥物爱先当，啊，啥物货爱较后当，这拢是一个惯势啊。结果我来美国了，我怎变成我逐礼拜拢会包包的啊分类摕去楼骹安尼甲摆好。结果我有一届敢若住2个月了，我去撞着咧收粪扫的人，啊我手就是掼3-4包，啊我落去楼骹了，伊怎看着我怎有一个安尼袂输雄发现啥物代志，讲哦原来就是你哦。我讲我安怎嘛？啊，伊就是讲，原来我就是唯一一个甲粪扫分类的，啊，伊就是迄个美国收粪扫讲，啊，你毋免安尼，只就全部拢等人，做位入去一个粪扫车来，哦，我真正是做 shock， 就是感觉 what？ 啊，结果大家到即马，阮遮嘛，佫差不多，伊当有分粪扫惊无是回收惊，毋是回收，这两种尔，无做有路的分，啊，而且。到底伊收起了有回收无回收无人知影。Anyway， 所以我怎有一当要做即件作品是，这是一个伫我学校附近的一个警察所啊，迄当就是迄当足悬，迄当差不多是我讲迄是当时啊2008，迄当的寒天敢若是就是历史记录上悬的一个寒天之一的对。啊，我迄当毋知影是安怎，伫迄个足寒啊，身躯就是穿足济吼，真的有皮的衫啊，有皮的鞋啊，就是迄个 boots， 就是悬甲你的骹头有迄种的，啊个足大领足厚的迄个羽毛的衫啊，缀一寡帽，就是羊毛的帽啊，啊行伫，因为迄阵啊，佮住伫学校附近，拢去坐公车，啊等公车的时阵，你当徛伫迄个公车亭徛10分钟，你会规个人甲我昏去，够寒。所以我伫迄当雄有即个感受，迄阵可能嘛看着一个纪录片，我袂记是安怎去做即件代志。我一路行去即个警察局伫学校附近，行差不多20分钟。啊，我去进前，我搁伫路顶撞着阮人。啊，我撞着阮人，我怎甲问讲，你对我敢有信心？就是雄安尼，无来由甲问讲，你对我敢有信心？伊讲要创啥？我讲，我若是发生任何代志，你敢会相信我？伊讲伊嘛是赶咧要去上班，伊说好有，伊怎离开？啊，我着行去警察局，我着去自首。啊，我自首的原因就是，我甲警察讲，我就是足正经的哦。啊，我迄阵其实有一个录音机，啊，毋过因为迄阵 iPhone 刚刻着，无啥会晓录音。我毋知影讲，你试录音了，你敢若搁爱试确定，还是你爱搁放你的态度啊，啥物货？我着试录音了，我来放录地啊。毋过我无甲试确认，还是啥物货，怎规个拢无录着。Anyway， 啊，反正我今日要自首，啊，我要甲讲我 commit a crime， 我有犯一个罪，啊，我行入去迄个desk， 甲伊讲我犯一个团体性的犯罪。伊讲你犯啥物罪？我讲我是谋杀。伊讲你谋杀啥物啦？你谋杀啥？我讲我 commit 一个团体的谋杀，就是我惊所有的人类拢咧做伙咧谋杀地球，即马正咧进行中，讲足严重的。啊！伊摕来我咧讲，伊就小可毋过伊当然无表现出来，因为我是足正经的，啊，而且我迄阵真正是足 upset， 因为我感觉，佮安尼继续落去，咱人类全部拢会死啊！这是一个比单一件的谋杀更较严重的代志，所以我伫遐来讲，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而且你看我即马全身躯拢是皮鞋啊，吼皮鞋啊羊毛啊，就是咱人类即马做伙咧。屠杀遮的动物，为着咱家己生存爽快就对，你安尼较袂寒啊，所以这继续落去，所以你若无甲我关起来，足危险。我只是其中一个，这全体人类拢会做这件代志，毋过我无法度控制别人，我只能控制我家己尔，所以我来遮甲你自首，请你甲我关起来。啊，伊甲我讲，我无法度甲你关起来，因为这就是毋是一个罪啊。啊，所以基本上阮两个就伫遐小可 debate 起来，就是。医生在要甲我 talk me out of it， 伊就是要互我呢，因为我迄阵就 upset， 伊要互我 calm down 了，讲你即马是咧
伫桌咧食头，我讲我即马是阁是学生，伊讲安尼你等去上课了，上明仔载会较好。但是伊直要甲我calm down，佮叫我讲，无你会当去做服务，就是一寡 volunteer 吼，对地球较好诶。我讲毋过是安尼无毋对，毋过我若去做迄服务，只是互我心内感受较好尔，伊并无改变着我继续咧抹杀地球即件事实啦，敢毋是安尼？伊讲嘛是啦，但是我今日伫背过程中，其实我诶论点是较赢，因为人类咧抹杀地球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讲，而且你想看，你即马放我出去，我即马要肚作枵我搁寒，所以我若是去买一个 chicken sandwich， 吼，去路角买一个 chicken sandwich， 就会有遐个鸡因为咱人类要食 chicken sandwich， 就拢互关伫一个足细间诶人内底互相相打，足辛苦诶，最后伊诶一心就是去互抬去做 sandwich， 我爱去甲食去，因为我要肚枵所以其实规个辩论的过程中，我伫遐差不多2点半钟大约啦。就规个以后来搁找社工来惊我讲，就是算做一个心理的辅导安尼。最后因就一直叫我离开嘛，我最后要离开之前，我甲伊问讲：你确定你无要甲我掠起来？我真正出去就足危险的，这个地球就足危险的。伊讲无，你紧来，你等你上课。所以我有做这件作品。后来这件作品，我有想着讲，其实这件作品会当继续做，就是我有想着讲，会当伫全世界大家城市，其实大家人拢会当去做。所以伊这个物件是一个足含的行为，毋过伊嘛显示出咱人类即马咧做的迄个过程。伊算做嘛是一个 paradox 嘛，对嘛？就是你若是无甲我掠起来，我就会消灭你嘛咧生存的地球，这就是一个 paradox。anyway， 所以这是其中2项我要讲的作品所以我还有其他的作品，其他是无要讲遐尼济。过来，所以你着看到伫我作品内底，拢有一个authority、paradox 加 humor， 大约拢是元素。过来，我就是要讲这论文内底，我是要安怎伫这论文内去讲到，惊我的背景是安怎会造成我对这个代志有兴趣。所以这是我是一开始先放的一个statement， 就是讲单着用台湾制造总是卡伫中。我着举一寡例，有啥物卡伫中呢？一开始就是我的名嘛，就是 J.Sha 甲迄阵是用华语的德容，所以卡伫这2个中。结果即马我会晓台语了，就是卡伫德容。我搁卡伫德容加德容的中，搁 J.Sha right。过来搁其他一寡像讲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这就是做咱自细汉过去的70几档，就是拢卡伫即嘛。过来像讲 taro 加 sweet potato， 蚵仔加番薯，这就是我爱甲外国人解说，毋过台湾一看就知影的。过来像讲 a fragment and a whole， 就是咱是一个大国家失落的迄片呢，是咱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国家 ，right？ 过来亲像讲 fate and destiny， 到底咱是卡伫命还是运的中？咱是 lucky 还是这就是你的命？还是讲你卡伫生活加死亡的中？因为若是战争一爆发，你无两明仔载就无伫食 ，right？ 所以你就是卡伫迄个生存的中。the first person and third， 第一人称加第三人称，伫我的讲座内底，这2个物件一直 switch， 你会听到我去 refer 讲你用迄阵讲安怎。毋过对台湾人来讲，有小可较有法度接受。我伫美国遮，伊完全无法度接受，就是感觉这人到底是咧讲啥？伊是安怎？你讲家己的作品，结果一直咧讲这啥迄阵安怎？毋过因为台湾有这个文化，就是你有当时你会讲家己的名，去展现一个谦虚嘛 ，right？ 就是你较袂遐尼 arrogant。毋过美国遮就是一个 ego 的文化，所以 anyway， 这就是一个我去算这个物件，因为迄个 sensitivity 就有路的对。OK， 所以 OK， 等来讲到2013年，我想要甲我这本论文翻译做台语，所以伫迄阵开始找，讲我到底要去对，较会晓学。嘛是迄阵我较意识到，原来我读甲硕士结果我是台语的青面牛，这件代志就是shocking。所以学台语之路，
迄阵啊，因为我无遐尼，我惊我拢会转去台湾，毋过毋是吼来去，无算一直伫台湾长期有住，所以变成迄阵啊嘛无遐尼简单去找着学台语的管道，啊结果所以。你看，我伫13年完成论文，一直到2016年，就感谢金老师迄阵有第一届开课，因为我迄阵找的时阵真正受够欢喜，而且我搁迄段时间拄好伫台湾，所以就伫台湾的时阵转台语当做一个行为 ，right？ 所以迄阵去甲金老师学台语了，读写台语，迄个课程嘛无足长，啊，毋过我就伫迄个抗战，我就决定讲，这就是我一世人的分水岭。我迄阵啊，敢若嘛35还是6岁，就感觉我若是一世人活到70岁，我的华语到这结束，未来就是我家己的语言的路。首先，英语是我选择的嘛，伊是 my language of choice， 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册。啊，台语是我一出生的母语，所以我一世人毋免使用华语啊。伊对我一点仔拢无重要。有啦，我有讲，若是台湾建国啊，我会考虑，就是袂输咧用一个工具安尼，有可能会使用华语。毋过即马无要去思考即件代志。好，所以2016年是分水岭，即世人袂阁使用华语，啊，我着甲即个当做一个表演来做，当做一个行为来做，因为安尼就是一个 commitment。伊就是我袂晓家己违背，这是我已经决定要做的一件作品。啊，所以第一件代志就是我去受到过雪湖的基金会邀请，代替因出席这个伫台南的开幕。啊，这是2017年的1月，就是我打学台语了差不多2-3个月尔。所以其实迄阵啊无足好的，台语无足好的。毋过因为我惊过甲伊过雪湖的大汉族囝。过真上女士是我足敬重的教授，啊，我嘛若是有去加州，我拢会去甲探望。啊，所以我惊因兜怎惊做我，就是会常常去甲看，啊，惊因兜其他人拢惊做我。所以伊迄当知影我伫台湾，怎啊甲我问讲，我敢会当代替因基金会去出席？啊，你会当看到这是台南文化局的局长，所以迄是一个足正式的场面。啊，所有的人拢先讲话，我袂记得是安怎，我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代表基金会，就是最后一个起来出来讲话。啊，迄个过程是3年伊有传伊的稿互我，就是伊希望我替伊讲啥会稿互我，我怎啊用一寡时间，甲规个稿拢翻译做我看有诶，有法度读台语出来啊。迄阵啊，大概有一寡字，大概爱家己注音。啊，迄阵啊是先学台语，所以有一寡字吼，弱势啊、开无较无确定诶含用啊，吼，大概爱个家己注音就对啊。啊，毋过就是有去做即个，我是唯一一个讲台语诶，而且我嘛感觉过雪湖先生，伊即世人大部分时间30-40档拢是台语，因为是1908年出生嘛，所以。我感觉啊，伊后来就搬去美国啊，所以我感觉对伊的尊敬来讲，这嘛是应该的，就是 This is the least I can do, right？ 啊，所以伫即个发言伫遐安尼，为一个讲台语啊，就有足侪人起来甲我讲，哇，安尼足好诶，感觉足甘心诶安尼。啊，佮后来佮为着要练台语，我伫2017甲2020有家己咧做一个 blog。把即个家己逐日拢 email 互即个 blog post， 就是一日写一字啊，毋管我是看新闻啊、台语新闻，还是因为伫美国遮我会当接受的台语根本是无，所以拢是网络顶管。啊，就逐日拢用英语去甲翻译我今仔日听到啊，写一个例句，啊，就延续差不多3-4档安尼。啊，伊直到最近较停来原因是因为。伊伫最近较停来原因是因为后来开始做 podcast， 咱等一下讲着。啊，佮有一个我用家己练习台语的方式，就是我有一届2017年伫台北看到一个足赞的展览，是即个刘秋怡先生的回顾展。啊，迄届嘛是迄叫做啥，就是足惊艳的，因为其实毋知影讲会去看到。啊，所以我迄个。
迄届去看到迄个展览，我有甲邀请，我毋知伊今仔敢有来。我看到展览，我足介意，啊，像讲伫这批内底，我写英语批去甲其他伫台湾朋友讲，爱去看即个展览，吼，伫伊落来进前爱去看。啊，后来我就想讲，我英语的写批内底就是小介伊的作品啥物货，啊，讲着一寡较艺术顶悬的代志，我想着讲，那我英语批写好，我来翻译做台语看觅。结果你通看到，我后来翻了是2019年，因为真正翻足久诶。对，有当时啊一句啦，吐过来，也是一礼拜。一开始的迄个台语真正足歹诶。Anyway， 所以我都有练习去写即个家己写的艺术评论，啊是用英语甲翻台语安尼啊，所以这就是甚至我要翻译论文进前的练习啊，所以一寡发现甲观察 ，OK， 这就是我伫台湾这段时间无足长的时间，因为大概转来台湾时间拢无长。啊，毋过我全台语诶发现加观察内底有一寡观察，像讲成为女性这件代志，惊讲台语这件代志是足趣味的，就是对方因为你是女人，啊，你全台语，你会得到一寡较特殊，就是你若是查甫的，伊就会感觉较自然。I don't know， 这是足歹解说。啊，再来就是社会阶层，就是你看起来毋是较难领的阶层的人讲台语，这件代志嘛会受到对方的一寡，就是感觉这个人是安怎来讲台语。好，啊，再来就讲场合，吼，迄个 occasion， 就像我拄则讲的，伫迄个画展的场合内底。去讲台语，因为迄个作者啊，因为迄个环境是足适合的。毋过其他有一寡 occasion 是对方会在场的人会先去意识讲，这就是一个讲华语的场合，啊，你想要讲台语，吼，像讲若是一寡 I don't know， 对因来讲较正式的场合，爱讲华语的场合，啊，我讲台语啊，都会造成一种right， 啊，再来就是歧视的存在。我感觉讲台语这件代志，伫台湾讲台语这件代志，互我发现到，袂输面皮掀起来去看到下骹垃圾物件，啥物货，迄种照妖镜。我甲台语这件代志讲做袂输是照妖镜，就是你无讲台语进前，遐个歧视拢袂发现，就是种暗藏伫华语下骹。毋过你一旦开始讲台语了，遐个歧视全部拢跳出来，甲你攻击就对啊。这是有一寡这几档大概等于台湾讲台语的迄个过程的观察，这个观察拢会是变成未来要做创作内底的元素，就是咱摕出来用。所以伫有一届唯一的一届，我伫这几档拢伫台湾打讲台语加英语，因为有当时我人会跟我做伙，所以我两个就是会讲英语，毋过讲台语就是其他的时间。唯一的一届就是阮去即间伫高雄，阮最爱的唱片行，即摆关起来，足伤心的。伫咧，阮常去，阮人足济迄个客盘，所以阮常去。有一届咧算小的时阵，咧行即个店员开讲，伊较享用，伊即个店员足好，伊拢会甲我讲台语，伊就是一个足台语 friendly 的店。有一届伊享用，毋知影是安怎，伊享用甲我问讲，陈小姐，你敢是哪有讲台语啊？我就感觉哇，你哪遐尼厉害！我做这个行为做安尼3、4档，你是唯一一个有意识到，就是你去意识到我哪有讲台语，无要讲华语，还是无要讲其他的识别的语言安尼。我感觉足神奇的对，所以我这个 commitment 有做甲讲，竟然会当有互人发现到讲，你这人敢是你哪有讲台语？我讲就有成就感的，嘛感觉对方是足 sensitive， 就是观察你足好的人，较会去观察到这个代志 ，right？OK， 所以拄则讲到2001年甲即马就是咧做 podcast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伫美国遮无人叫我讲台语，所以我一开始想要做 podcast 是安尼，我较有一个会当练习台语的机会安尼，所以等者较佫讲到这，过来我要讲继续。一个台语迄阵吼，所以分水岭这就是已经2016年的时阵开始做的一个 project， 这已经是我这算啥后华语时代嘛 ，post Chinese， 已经开始正式做台湾人的其中一个 project， 是这个
台南市议会，这个是伫新营，当初伊是台南县议会，就是伫2001年进前，阁是台南县，所以我着招一群朋友，其中迄面嘛有伫迄，着想讲，咱来做一个，即个空间内底去做一个代志，因为即个空间怎坐伫遐，伊虽然合并了，已经叫做台南市议会，毋过迄个空间就是无人使用，就是伊可能一当毋知影敢会对迄个台南旧市区遐来甲新营开会，毋知敢有2-3届，所以我着招即群人讲，安尼咱来掠楼，因为我感觉艺术当做一个工具，你来进入一个空间了，你去讨论伊历史的问题，去发现一寡问题，所以掠楼就有小可亲像，你就是去发现一个问题了，看要安怎继续讨论。所以说就成立这个艺术掠楼这个团体，我毋知影。anyway，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作品就是我去台南市议会的网站，这个是2017的screenshot， 迄阵的 screenshot， 我就发现嫌新营这个市议会嫌出现拢无出现，伊当有列永华路迄个市议会，结果为着我准备今仔日这个 talk， 我搁去伊的市议会。搁看也是无，新营迄个市议会嘛是无伫遮，所以 anyway，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既然伊遐尼无存在感，我就去迄个 Google 去甲 update。我想讲安尼，逐个人拢入来看卖好，我就甲做一个，这叫做 virtual， 这边哪开点一个 ，OK， 我就去用这个，你会当伫市议会内底去做一个。线顶的360度，我怎样是去录这个物件？我想反正无人要入来用这个空间，我入来就互恁看。安尼你就毋免入来，你网络顶看嘛会当看到哦，原来这内底是安尼。你会当行去别个所在，你点者，特别是你人入来安尼就对啊。我就去做这件代志。后来我2017年做这件代志了，可能嘛有人受到我的 inspiration， 伊怎样嘛去录这个地下室拍倒球的所在，这别人录的，其他是我录的，我这门口嘛有录迄阵我怎先做这件代志 ？OK， 这件代志到即摆阁存在你嘛是会当去看卖，就是我感觉你来关心这个过去的市县议会的空间。好，过来，阮阁入去这个空间翕一寡相，成立这个掠楼艺术掠楼的Instagram 内底就是放一寡阮四个人入去即个空间内底的观察，翕一寡以前的办公桌鱼窟这等一个翕面嘛，另外一件作品会甲你分享，行伫楼顶即个空间顶，其实内底足水的，伊就是一寡咧老雨的 bucket 咧接水安尼，好，所以就是做这几件代志，过来。台面骹的景色，OK， view under the table， 我嘛入去做这件录影的作品，这个作品内底是无声的，所以我要放互你看就好啊。这无声，伊啥叫做台面骹的景色，就是我使用这个叫做啥？叫做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伊顶悬派一个录影机，伊怎开始去内底扫地？去数这个卡垫内，毋是卡垫 carpet 内底，去清扫。毋过你就是袂输是看到伫桌骹的景色就对啊。伊这当然是相关的，因为当初伊这个县议会内底有足侪档案室，入去看，你通看到迄阵开会记录。伫早期呢，要怎讲呢？毋是讲有黑暗的代志啦，毋过就是有一寡开会过程是即马若是放网络去直播，应该是袂出现的一寡超代志的迄个方式。我感觉足趣味，所以我就做一个，这算是相关就是 under the table， 就是即种感觉。过来这是另外一个迄个议长会，而且用即个较古早的摄影机，互伊有一种
袂输是足 creepy 无，有一种袂输拍鬼片的迄种感觉，安尼去内底安尼扫，安尼 view under the table。伊佫有一个迄个laser 迄个机械迄条线咧 respond 迄个空间内底的物件，所以佫有一种迄个 surveillance 迄种感觉，就是迄是迄阵啊，我入去录的几件作品安尼，实验性的作品安尼，好。伊即个壁顶悬遐个相啊，遐个相其实足恐怖，迄就是逐届的迄个议长伊个相片，遮全部拢是有的是已经走去中国啊，甚至走路啊，还是伫监狱内底啊，等等，所以 anyway， 好，过来 next slide，OK， 过来就是2017年的时阵。我讲较紧，我特别结束啊。2017年，我伫市议就是迄个大厅做即件为你写批的作品。即件作品啊，伊的原始的想法就是，我想讲，OK，我即摆我学台语啊，所以我已经毋是青梅语啊。过去的时阵，伫足久以前，人拢袂晓写字的时阵，逐个人拢毋捌字的时阵，有一个行业叫做代书，你来去。代书遐，伊较会替你写批去互你的亲人，你的亲人就搁摕去另外一个代书遐，互伊读互听 ，right？ 所以我感觉，安尼所有的人你拢是母语的青梅语，你毋知你家己青梅，安尼我来替你写批啊，我来为你写批嘛，我已经去学啊，我来做这个服务的对，迄是迄阵啊迄个想法。所以我就写一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内底就是这个新闻稿大约有7、8页的款，就是第一语言就是台语，台文就是写母语的批行为计划。迄阵啊，我先学的是台语，所以迄阵啊是用台语写。金华老师佫替我顺过。佫来第二语言是用英语写的 Scribe Performance Project。第三个语言较用华语写的，因为我感觉若是摕到新闻稿的媒体，可能我若是无会华语，应该是真正看无，因为我这是全台语，当有一句话是讲，你若看无，你就是青梅语，就是足 obvious，right？ 所以这个新闻稿寄出去了，真正迄个来这就是记者会的迄日，就是我佫邀请2位西拉雅的做，因为我其实迄阵啊嘛有去上西拉雅的课，所以我感觉反正拢是母语嘛，所以就做伙来讲即件代志，就是逐个人你其实大部分拢是母语的青梅语所以这是一张西拉雅写的批，这是台语写的批，嘛有其他的台南的讲台语的媒体来报道，结果你看我嘛毋知是安怎，我伫迄个我的新闻稿内底明明就是写行为嘛毋过毋知影是安怎。就是实际上出来是会变成行动，我嘛毋知是安怎，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安怎会想要直接去安尼甲改来用。Anyway， 伊就是一个安尼发生，所以有即个代志出来了后，见新闻了我就将即个新闻稿即个8页的新闻稿，我就寄去互所有台湾的英语媒体，这毋是华语媒体，就是英语媒体，因为我就无想要惊华语有接受嘛，所以我唯一的管道佫无台语媒体，所以我就写互全台湾。迄阵我会当找到英语媒体，所以有像讲台湾 news 还是有一寡我袂记得其他是啥物货。本正嘛是感觉即个遐尔奇怪的新闻课，佫全台语，佫全英语，佫后壁较华语，应该袂有啥物 response。结果我竟然收到即个卡拉卡拉 media。台语批的回批，伊甲我讲我是业界庭卡拉卡拉 media 的创办人。结果后来我较发现到，原来伊是伫 Harvard 的时阵去上到李庆华老师的台语课，一个台湾人伊后来成立的是英语媒体，所以我感觉真正是哪有遐尼神奇的代志 ，right？ 所以。伊就真正有小盖因的卡拉卡拉 media 的一个英语的记者来甲我访问即个 project，就真正有放伫因的网站顶悬，所以
就 ironic 就是伫 I don't know， 就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我甲这个美国记者甲解说讲，规个台湾语言啊，对国民党来台湾的这几个精势，因为大部分的读英语媒体的人，应该袂遐尼了解台湾遐尼复杂，这语言的过去的背景就对啊，所以这算作是足好的一个 exposure。好，过来，好，这就是迄个就是新闻各个部分，毋过。真正的实际，我伫遐一礼拜咧做代书的这个部分，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咧？当然，我的朋友会来探望，我伫遐摆一个桌仔，我妈妈有来探望，带阮姐姐囡仔来探望，是一寡其他的朋友知影我伫遮做这个 project 有来开讲的对啊。毋过实际上，这拢是来了解朋友的朋友，拢熟悉的人。实际上，到底这个台语的大师伫这旧的县议会大厅咧做民众服务的这件代志，受到什么款的民众的回应的？这就是我的逐日的日常。我伫遐规礼拜拢无人出现，有啦，有出现的人吼，像讲有出现的人，大部分拢是要伫后壁遮开讲泡茶，吼，也是要去楼骹拍乒乓的。大部分时间我就是一个人坐伫遮，就是无人会来。这其实这个作品内底，伊其实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作品内底这就是迄个 paradox， 就是迄个悖论，就是迄个历史的部分，就是首先你若是一个毋捌字的人，你哪会看有讲这个我若是哪有写台文伫遐讲我要为你写批，你著看无我的sign啊，你哪会知影讲你要来写字 ，right？ 若是你看有，你就毋是一个毋捌字的人，所以这就是迄个算迄个 paradox。所以这个作品其实伊强调的是，所有的人拢是青眉牛，而且无关心，这就是一个 combination 嘛。伊就是因为伊个青眉牛，伊个无关心，伊较会袂来出现了 ，right？ 所以这就是迄个部分。OK， 其他的活动好讲较紧的。这都毋是行为啊！这只是我伫2020年的时阵，因为 COVID-19 伫台湾住足久的一段时间，因为迄当拄好转来投票，转来投票了就爆发，就无法度离开啊！所以有这个机会，我惊一个在地的咧主要是咧办台南实在的食堂来做一个。来替因煮一寡较特殊的，毋是台湾人咧食的料理。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全部的文宣拢爱写台文。迄阵有写汉乐小南，因为较 friendly 吼，较互毋捌看过人较看有。所以你通看这规个文宣拢是写台文较济。甚至我惊阮翁的名。或者 Prika，oops， 倒去了 Prika， 我嘛甲翻译做 Prika，Prika， 安尼较成啦吼，Prika 走卡所以这就是当初咧做的迄个文宣，就拢送出去伊会伫面册顶悬，我嘛甲写讲规个即个物件的做法吼，全部拢写台文。甲即个冷汤甲或者后blanco formosano 安尼 formosa 的白冷汤安尼白涩涩的冷汤，这是红拍拍的烟签咸烟签饭，这内底无法度台语写袂出，我就写英语，就写我知影的语言安尼。这是一个甜点的牌，下骹写一寡 keyword， 卡饼。片 in better day press yeah。OK，anyway， 所以就是甲大家做一寡，你若有咧看因的面册，就你若想要参与这个台湾的食材，你就会当看到这个台文就对啊。这嘛是伊迄阵设计帮我做足水的海报，拢写台语安尼。好，过来目前进行中的计划。
我伫台湾住的迄当啊，住到年尾的时阵，阮就想讲，阮要来寄互一寡美国的朋友报平安嘛，因为迄阵啊，一开始的第一当台湾真正是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所以就要甲大家报平安的时阵，我就印即个台语的sticker， 地址的 sticker， 就寄出去了，迄个 Christmas。结果我就收到别人寄转来台湾互我，同款是写台文的地址，我就感觉这件代志真趣味，咱应该会做一个。就是我就想要伫遮招一群人，大家做伙写本土语言的 postcard 寄去台湾，看敢寄会到。算做一个 project 安尼，就是你写本土语言，去寄去台湾，看敢寄会到。所以好。这就是即马想要做的一个 project， 这个部分好先难过。像讲伊这就用摇的嘛，摇看摇着 street。因为我遮其实有 zip code， 所以其实无遐尼歹摇。好，过来，你要结束。过来就是咧做 Lazio Formosa 这个 podcast， 这个部分嘛足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观察到遐尼侪讲台语的现象啊。毋过做 podcast 的时阵，要安怎甲 podcast 变成一件作品？就是 podcast 伊即个媒材本身有一个足大的缺陷，就是 podcast 就是 podcast， 你足歹甲伊变成除了 podcast 以外的物件。毋过我即摆咧思考，就是我要安怎使用我过去伫我的作品内底拢会用到 humor 啊、paradox， 还是讲款去伫 podcast 内底去安怎来改变，较会当互听众意识到，伊讲伊即摆其实是咧听一件作品，毋是咧听 podcast。所以这是我即马咧努力的这个部分。所以最后即句要来结论一下，我的作品内底就是透过风寒的状态制作的艺术，我使用平凡的思想来创造非凡的经验。这是我对我的论文内底提出来的翻译，提出来翻译的即句。伫2016年的分水岭了后，我搁回转头，这真正是上后壁。我回转头去看2007年的作品，这件作品我当初做的时阵，我其实毋知影我是安怎要安尼做。这是一个 photography 的 project， 我伫疫情内底用足侪毛笔字诶纸，惊写过，惊迄个墨水，规个疫情拢是墨水，拢是遮个物件你看这袂输咧老花，毋过其实迄拢是墨汁的色。迄阵我做的时阵，迄阵参加一个 auction， 就是人用作品去募款，遮个作品拢有卖出去。毋过有人就来甲我问讲，你想要做遐尼恐怖的作品？毋过我迄阵无即个感觉，我就是足单纯的，就是感觉这就是会当做一寡，因为是咧翕黑白的相片，我感觉这目镜足乌的，纸是白，所以伫黑白的相片咧应该会当看到一寡足趣味的 conflict。结果我即马回转头转去看，我总算看出来是安怎当初做遐尼恐怖的作品。就是我感觉即个物件是我当初强迫放入我身躯内底的中国的元素。即个毋管是即个中国的诗，还是自细汉到大汉学的国话，还是遮个 right， 就是我还袂学台语之前，我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迄个物件是伫我内底是足疼的，只是我毋知影伊是安怎咧伤害我。我到即马回倒头转去看了，我即马重新做一个台湾人、台语人，真正是正刚的台语人、台湾人了。转去看，较知影原来当初是安怎做遐尼恐怖的作品，是有即个元素的。所以我最后伫遮即个lecture 的标题，我其实是想要甲你讲，行当代艺术的台湾路，是伊的背后是我要甲即个台湾刷开，就是要暗藏即个过去的 ROC China 的 art 过去我也毋知影要安怎做一个台湾人的时阵，即摆就希望。即个台湾会当入来即个正式的位置安尼，好，我讲了，
有小可前言着。多谢德介绍阳新人即摆请你来介绍新人哈。是是是，啊，我就欢喜要来介绍新人，因为我找着伊，我真正是有够欢喜的。我要找共款有讲台语的艺术家啊，新人我惊伊，阮两个做伙去，阮高中，咱两个敢是差一届还是两届？我袂记哩啊。对，你给我一届，哦，一届，毋过咱高中无啥熟悉嘛，就是高中大对，家完全无熟悉，因为完全无熟悉，就歹斗阵呢。就歹斗阵呢。对，所以后来阮个 reconnect 真正是伫一寡艺文的场所，就是你继续做创作的人，你对到尾头来拢会相拄会着就对啊。所以今仔日我足欢喜伊来参与啊，分享伊的作品啊，阮等下会对谈啊，希望大家甲伊捧着。好，先感谢，就是因为我头拄仔嘛是应该嘛是算做第一摆听 Jesha 德勇安尼分享家己自头到今即马会创作的即条路安尼。啊，我真正嘛，伊甲我邀请的时阵，我其实我感觉我压力足大的，因为我旧年才开喙讲台语，旧年才开始真正学，所以我台语的年资真正是足浅的。啊，毋过我嘛想要感谢，其实我开始学台语的时阵，即个论坛是我唱水伫内底想要有一个，互我家己有迄个环境，会当去听较济无共台语的对谈安尼啊。所以其实今仔日我足歹势，我着甲这样讲，其实我今仔就是欠芳就好，甲我的名其实足共款的，就是我叫欣妍，啊，迄个妍是盐水迄个盐，啊，就是对啊。我本底是想讲我分享一寡我的作品，毋过我感觉我着简单来小解我家己这几档，其实我是咧好，我就是先分享我的画面安尼。啊，请大家甲我多多指教，因为我讲话其实足慢，啊嘛较少讲话安尼。我敢有分享着？这。会当甲我做转音吗？好，安尼敢有 ？OK， 有安尼好。好，我简单来讲，其实我家己自我小解的时阵，最近我拢会讲，我是互声音带咧入捌即个世界啊，去找找迄个关系的创作者啊。形式作品内底的形式，其实若要讲用就是艺术的分类的方法来讲，就是内底拢有一寡 installation， 就是视觉的部分啊，声音一定会有。啊，阁有一寡行为的表演，啊，阁有声音就是现场的演出安尼啊，好啊，大家可能听到声音的时阵，会感觉讲较无熟悉安尼啊，就是我作品内底是安怎咧做，其实就是去找声音啊，去录音啊，去甲遮找到的声音来做编曲安尼啊。遮的声音是啥物声音？就是平常咱可能拢会听到的，啊嘛有可能是听袂到的，啊，阁有一个是袂瘾听的迄款声音，可能是工厂内底足吵的机器的声音，也是讲。听袂到的可能就是伫水底下啊，伫咱人的耳孔可能听袂到的啊。遮的声音有一寡分类，就是伊就是环境的声，啊，阁有人的声，啊，阁有物件的声安尼啊。最近我个人其实较因为
用声音来创造即条路其实差不多到达7档左右。这7档做的代志，伫我过去学院内底做的完全拢无共。迄是我感觉迄是较长的过程。今仔日就简单讲过去安尼。就是伫听写过程内底，作品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生活甲思考，阁有足侪感觉的迄个延续。所以我甲德荣足无共的是，伊可能伊知影就伊足清楚伊要安怎做伊要安怎伊的作品内底就是伊迄个方法甲我的方法，其实我定是头壳拢空的。我是直觉甲感觉足重的，我拢互即两个角带咧去做我的作品，所以我的作品一开始若要进行的时阵，遐个代志拢是我毋捌的，拢是我毋知的。毋过我就是想要知影安尼。听的过程，才豆豆我发现到这个声音内底，其实咧教我教伫我本正我即个生命内底过去是安怎思考即个世界，毋过伊嘛互我看到完全无共的迄个角度，所以声音内底渐渐我感觉对我来讲伊是信息，伊有内底的，阁有外口的，阁有即两项的。刷落来就是声音内底牵涉到的，有政治性，嘛是伊身体就是我感觉，因为伊是抱，所以咱的身躯会对迄个虽然讲是耳孔听，毋过伊是你身躯的规个感觉的。刷落来即几冬渐渐真正足有感觉的是，伊是一个足大的能量安尼。我想要简单，就是讲过去有一个声音是豆豆伫我创作内底响出来的声，迄个声就是台语。即个声伫2014年，我对德国转来到台湾，家己新营住的所在的时阵，有足大的我困袂去。我困袂去的时阵，我头壳内底上先听到的是，阮妈妈伫阮细汉的时阵，伊拢会唱的一首歌，就是摇囡仔歌。毋知大家可能毋知大家敢有印象？即首歌就是《婴仔圆圆困》即首歌。我小起来的时阵，伊无歌词，伊干那音尔。我迄当阵就是即条歌一直伫我2014-2015一开始就是伊就出现伫我的生活内底。我毋知影为虾米。刷落来，我就开始伫新营遮。做一个我家己互家己设定，讲我要做啥物。毋过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要甲我住的即个所在，阁有一个新的关系产生。因为我感觉我做厕所，我有足侪代志拢毋知，想要甲迄个空白甲补起来。所以伊是2016甲德荣阁熟悉着。阮伫17年，就是伊伫16年伫市议会遐做的迄个行为，我就是迄当阵，我就是伫韩国咧做计划，迄当阵着甲即首怎伫作品内底唱出来。我刷落来18年就入去到议会内底做即件作品。即条作品内底使用到的迄个台语的部分，是我请伫议会内底工课足久的
两位工作人员帮我读迄个，就是我超找伫艺术录内底50档的记录内底有谈论到有关水的迄个讨论的议题。啊，所以请因为艺术录内底其实记载的方式拢是用华语，拢是用中文。啊，毋过我就是请因两位，伊就是做摄取台语的，所以用台语的方式甲遮个物件读出来。啊，续落来，我想要讲的是，即个计划是伫台湾做了去美国。做一个国际交流的即个计划。即个计划伫台语伫我作品内底完全无出现，毋过伊就是批看我计划的过程，就互我足温暖的，因为牵线的是迄个台南甲圣荷西姊妹会协会。遐我说是我第一摆熟悉到台美人安尼。就是因甲因斗阵的过程当中，逐个拢98%拢是使用台语。我伫 final presentation 的时阵，我就是真正我感觉，迄阵我感觉，我就是头一句我就先歹势讲，我其实做想要用台语来分享即摆的 presentation， 毋过迄当时我就是无才调安尼。毋过嘛伫迄届的迄摆的即个机会内底，我家己心肝内有套一个愿，就是讲有一天希望我会使用台语来绍介我家己的作品安尼。迄个梦可能有豆开始不过，所以我伫2020年的时阵，搁转来到台湾。即个计划嘛是咧做甲新营白色恐怖的历史有关系。迄当阵我咧号即个计划名，就是我着直觉感觉讲爱号台语名。迄当时我完全毋知影台语要安怎写。可能有印象内容，伊咧学迄个台语文学。毋过因为迄当时阮无深入的讨论即件代志。所以伫即个计划内底，有一个活动，就是请郑梅，就是郑郑梅来分享伊的迄个伊的故事。伫迄个分享内底，熟悉到讲台语的少年家。迄熟悉迄个讲台语的少年家以后，我感觉我生活内底，因为这是我第一摆熟悉到真正咧做台语运动。其实伊就是一直拢是讲台。其实佫比我少少年的安尼，我着其实去互推着，着感觉着感觉讲我想要邀请伊来作品内底替我出声。续落来伫旧年做的即件作品，我感觉是就是甲迄个台语即件代志，佫有我开始为虾米开始开喙，即件作品其实是足重要的。即件作品我感觉我今仔日可能毋免详细讲，因为伊牵涉到的领域内底有科技，嘛有环境，就是我嘛感觉牵到，其实背景就是台湾的历史安尼。即件作品内底，我写一段足长的故事，就是等下，好，我感觉就是先。我先讲到遮，就是伫旧年伫迄个即件作品，因为有一个机缘会当伫迄个台南的美术馆，就是即马就是对台南的美术馆做演出，所以我有一个较新的形式，就是
记者即件作品其实是为声音来的，声音我咧思考讲，因为内底讲故事的人其实全部拢是用台语来讲，我就感觉讲，我开始知影白话字，即个有历史的文字系统了后，我就一直咧个想讲，其实我头先咧讲水的故事，这后壁啦，其实我一直感觉有一个我毋知是啥物，毋过一直咧甲我牵的迄个力量。我就是即摆想讲，我感觉是有神，毋过我毋知迄是啥物神，就是甲我牵了，我就感觉讲白话字伊的历史内底，伊的背景后面是有，我感觉是足大的迄个精神的迄个灵性的迄个资源，会当互即个文字会当产生伫台湾遮，互大家使用。迄当阵毋过就是有一段足大的空白嘛。即马我感觉足感谢的是，行伫台语路顶的前辈，甲遮的物件咧个留来，互我种换骹入捌着遮的文化的时阵，佫会当超找着。迄当阵。非伫就是作品，就是安尼。我想讲，就简单讲小解一个，就是我的网站顶悬有较济较完整的迄个资料，毋过其实嘛真歹势，就是我有感觉讲我爱有一个台语文的版本啦，就是因为开始正名，家己开始正名了后，就会发觉着。可能这嘛，我嘛是家己先学一个愿，就是甲网站顶悬所有的小解，我本地拢是有英语甲中文，台语即部分我就是就是家己开始努力安尼。头拄仔，其实我嘛头拄我想咱一直讲介绍有神甲我看，就是我伫去年10月个先熟悉下米，下米迄当阵就是帮我校正我伫影片内底迄个白话字文字的部分，因为我迄当阵我就是上无信心的，就是即个毋过我更硬要用，就是对好我感觉我就是先简单讲到遮就会使好我结束我的迄个分享安尼。多谢两位真精彩的即个分享吼。我今日实是听甲真感动啦吼。因为咱即个平台吼，本地就是讲设定讲，咱要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发表，而且讲是佫无共年龄层吼。其实是讲当代艺术即种物件吼，应该是上歹表达的物件啦，因为伊足抽象嘛吼，所以这是下条恁两个安尼讲，安尼真兴奋吼，会当讲恁内心的世界，互分享互大家知影吼。尤其是拄仔欣言吼，你有讲着讲哇，你安尼过去拢安尼藏伫即个论坛内面，你咧偷听。所以我嘛拢毋知影，所以这我感觉讲，咱咧做即个论坛，其实实在是无安尼白白空空咧着磨啦因为咱虽然咱每一遍头80个至100个中间，总是咱影响到的检采毋是干那讲伫咱即几个安尼像即马头个60-70个人，我想是毋是干那遮尔啦你讲即个行为艺术，才会让我想着讲，其实有一寡对话足歹讲啦，尤其是迄个你面对迄个权势者，你要安怎表达你的即个，要安怎讲足歹讲的话就是这我即马较了解讲这就是行为艺术会当做的物件。我含要用讲要到1点钟我毋知影讲行为艺术是啥物款。我行为艺术含迄个行动艺术，含迄个表演艺术拢揽做伙，
所以到今仔日我较了解讲，哦，原来这就是行为艺术吼，艺术包括讲你穿足侪皮的迄个衫吼，啊皮的啥物物件，啊走去警察局自首吼，啊你咧讲你讲你无杀地球吼，啊这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吼，啊这包括讲吼，我有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即个活动，啊因有一个活动叫做 Poor Man's Campaign 啊，你毋知捌听过无？迄是按迄个马丁路特金留落来。啊，因的做法就是讲，因就是去警察局自首，来去抗议吼。那一寡可能嘛，拢有一寡年纪的，较有年纪的，我想是介济是一寡有年纪的白人，较激进的即个白人的信徒吼。啊，因就组织啊，就坐雕工拢安尼包巴士吼，去各州的即个 state capital 去遐抗议。啊，抗议甲讲雕工要去互警察抓去。哈，啊，去互警察抓去，因较来讲因的诉求安尼啦吼，所以基本上我想这嘛是行为艺术的一种吼，啊，毋过恁即个有即个艺术训练吼，你才讲出来吼，啊，感觉讲安尼加真有品质啦吼，啊加真有安尼有一个 humor 吼，一个带一寡即个文学性吼，所以我到今仔日。真多谢两位，较知影讲哦，原来即个行为艺术，这样讲起来嘛是会讲一种文学啦，一个文学的底啦吼。好，安尼我就先用安尼来开始吼。啊，今仔日咱时间若无早啦吼，所以是毋是？我安尼啦吼，咱遮在座吼，我知影讲有两位即个文学家啦吼，咱在座两个文学家。啊，文学家，广义来讲嘛是艺术家吼，啊，所以我先吼请即两位文学家吼，就是单位含迄个吴明祥吼，啊，先来甲恁做一个回应的吼，啊无因为我知影吴明祥是住伫即个德阳的共厝边吼，因拢住伫 Pittsburgh 吼，所以是毋是我先请即个吼，敢袂使请明祥兄吼？你来做一个回应一个好无吼？啊来了，较来请单位好无？你爱拍开麦克哦，我袂听着你的声。歹势吼，即摆即拢无事先，即拢是临时的吼。啊，即摆安怎有听无？有。哦，我真荣幸会当来遮参加即个德阳甲音源的即个艺术讲座吼。啊，我含即个德阳，偏偏我是pittsburgh吼的台美人吼，但是我伫对遐熟识，你知无？是2016年伫府城熟识的。我伫府城一个台语文学演讲，啊，德阳有来参加，啊，伫遐熟识，啊，熟识了，正佮经过2冬，伊对即个台南新营转来甲pittsburgh，正佮拄着。啊，今仔听伊即个演讲吼，哦，无简单。伊甲用即个讲伊迄个 authority、paradox、humor 吼，啊，用遮伫人生伊的作品内底，甲伊用即个作品表现出来。含我过去伊熟识的时阵，伊无讲遮济，我今仔认识到讲台语即条路啊，逐个伫烦恼讲会死去。我想是袂死去啦，因为即个对即个文学、对即个艺术诶创作顶头，渐渐有台语人咧参加嘿。啊，所以即个比如有讲到即个，对上有讲到即个 paradox， 即 paradox 即物件，我是甲翻做两难啦，嘿。啊，你伫即个两难的迄个作品内边表现真济，我感觉讲我听了真欢喜。我简单小概告遮嘿。多谢。明显我会当 follow up 一下无？因为德阳的作品内面有讲到一段陈文成的即个经过。哦。啊，我知你是陈文成的你是个同学嘛？吼。迄嘛是我感动的所在。所以一个艺术家吼，伊的迄个讲心灵真敏感。
伊虽然过去对陈文成伫台湾倒来拢袂熟悉，但是咧到Pittsburgh 的时阵，因为伊共事是这 CMU 嘛，陈文成伫即个讲1977甲81，就是伫迄个讲 CMU 教册嘛。讲到陈文成，这样可能我大概无含你讲过，我含迄个陈文成是足熟悉的，会使讲是战友。阮爸妈伫我这食饭桌啊，过去Pittsburgh伫1978年，阮成立一个迄个Pittsburgh台湾人权会，6个人成立伫阮厝食饭桌啊成立的。即个讲文成就其中一个。文成转去台湾，迄个讲探访的时阵，进前即个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阵。本正1979年，阮邀请即个柯信良要来演讲，但是即个美丽岛事件发生了，伊袂当来，伊要参加其他一个台湾建国迄个讲联合会，所以我是做会长，台湾同乡会长，我伫迄个讲Pittsburgh 迄个讲 Lawrence Hall 办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时阵吼。Lawrence Hall 迄个视听教室来足侪人，即甲走2万拢人。文成了有讲话，我主持有讲话。迄场演讲会、座谈会，去互迄个讲国民党的绕牌啊录音器。文成转去台湾，去互警总约谈的时阵，第一遍约谈的时候有放迄录音大会听。所以讲较简单，就讲文成伫即个1981年5月转去台湾，我6月去日本新竹出差，我飞机伫Pittsburgh出的时候，我的经理讲，Chris， 你对日本转去台湾真近呢，你敢无要转去看爸母？我讲我变怎回答这个？我知影我是黑名单，所以我真紧讲好。日本开了来转来，结局我去迄个讲台版的阿东协会办事处，临时要请签证转去台湾。迄早甲拢入去，伊讲你下晡来客，下晡来客的时阵讲简单话，伊讲阮袂当互你，阮电脑有你的资料，所以我就无法度签证袂当转去。尾下迄经验我写一个迄个讲小说叫做签证。对迄个讲新河岛转来了，1个月后，7月初3，有人传来消息，讲文成伫台湾死去啊，死伫母校。我头毋敢相信，我家己嘛惊一条。我讲我迄阵若伫台版，伊互我签证，我转去台湾会发生啥物代志，我嘛毋知。所以简单讲遮讲到文成，文成内底太资料，我真甘心。你竟然就讲，因为这文成的代志，放伫你的作品内底，真毋甘啦，哇，多谢即个民雄即段安尼真宝贵的即个分享，即互咱遮呢即段经过吼，佫互咱甲咱提醒吼，嘛互后一辈知影讲吼，咱恁遮啦吼，恁遮即下呢，安尼行过即段路吼，无所以咱是毋是请？我拄则无开吼，我麦克无开。我真感谢即个民雄吼，安尼分享即段经过吼，互咱对咱迄当时安尼即个海外台湾人黑名单即段的历史吼，算互咱一个提醒吼，一个 reminder 吼，佫嘛互咱即个较下辈吼，包括即2位艺术家吼，较了解当时的情形吼。检查这嘛是以后因真好的创作、创意的来源吼。无说咧，咱是毋是？我报一简单报一句就好。好，请。关于文成过身，我写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张思成》。恁真侪人有我迄篇短篇小说集品内底，就有讲到这陈文成过身的一段经历嘿。好，多谢，多谢，多谢。就是你有提
摕我来即个23届世界台湾文化营来分的迄本敢是来逐个。对，迄本内底其中一篇， OK，赵思成，啊嘛用迄做册名嘿。多谢。安尼了解，你若了后吼，单位讲了，你若有要搁补充吼，你还搁有机会吼。无咱来请单位来甲咱讲几句啊，好无？好，多谢吼。我今仔足意外，足欢喜吼，甲面上遐搁蹛线顶搁见面吼，真久无看吼。这个今仔这两位讲者吼讲的，实在是一个真新，对我讲的是新的概念，也是旧的概念啦吼。我来讲一句，毋知对毋对，则请恁这两位来甲我指教一下吼。我想。按这近代吼上出名的行动艺术吼，运动就是会使讲是迄个眼力的，即个无暴力的抗争啦吼。我感觉讲这会使归做是行动艺术的一个典范啦吼，是毋是安尼对毋对啦吼？第二点吼，我要来挑战两位讲者吼，恁拢是读艺术的吼。艺术专门的就对了吼，我甲明上兄拢是艺术的，即个啥外行的吼，外行加内行的吼。我来请教吼，因为即个问题伫我头壳内吼，想足久无真好的答案，就是吼你即个艺术要安怎定义啦吼，或者讲美感要安怎定义吼。即个感觉，艺术的感觉吼，是安怎构成的？安怎来的？咱人是安怎才有即个艺术即个感觉出来？这两个问题吼，可能伤大啦吼。但是我感觉真心实真要紧。咱做艺术的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我做的是毋是是啥物价值？按艺术的眼光。社会的眼光、实用的眼光，甚至是咱母语的推杀的这个立场来看吼，咱要安怎来甲归类？搁补充一点，我感觉这个行动艺术吼，对咱目前啦这个要推杀这个母语，要救母语，救咱的文化吼，是一个足好的工具啦，足有效足正确的工具吼。多谢请教。安尼吼，这文学家问的问题拢足复杂，我想不要紧吼，咱咧互艺术家，咱过来甲看安怎甲回啦吼。无暂时请德阳来较来请欣言来回答好无？好，我试看卖，我嘛毋知影我的回答敢会是对的方向。well， 我是安尼想的啦，因为咱来想讲伫艺术史顶悬上古早，第一个互定义做艺术，互即卖人定义做艺术是嘛？6、7千当前伫法国一个崩坑山内底，崩坑内底有刻迄个牛，用土来刻的牛去互发现，迄算作是上早人类有记录的艺术的作品安尼。是安怎迄个物件是艺术，毋是其他的物件。我感觉首先伊除了就是要去欣赏迄个牛的形态，甲记录起来以外，伊无其他的目的啊。伊就是遐尼纯，伊毋是为着要记录因兜有几只牛，伊毋是要为着要甲别人讲迄物件伫壁里，就是迄物件袂当寄出去啥货，伊完全就是纯粹就是为着艺术做艺术。毋过迄个做的人，伊可能嘛是无咧想啥，伊就是对伊来讲，这就是伊的生活的记录。所以我是安尼来创作的。对我来讲，艺术是我的语言。我对我的生活有啥物款的感受，也是我去观察到啥物款的状况，我就伫我的作品内底甲当作是我的话安尼讲出来就对啊。只是即个话是艺术，毋是任何的其他语言安尼。这
这是我创作的态度啊。所以这个创作咩讲，伊就是我 express myself 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啊。因为其他的代志拢无够在行，所以就是做艺术。所以呀，应该对我来讲是安尼。啊，希曼你。好，请欣然来补充。这个问题其实我家己嘛一直咧思考的，因为我作品内底，其实拢人哦，其实我头拄毋知我敢有讲过，就是对我来创作，对我来讲，去互分类即件代志，毋是我家己对我家己的定义啊。定义讲我敢是艺术家，还是我是社会运动者，迄拢是外口的人咧想要较清楚、感觉简单讲起来，就是伫咱语言，还是讲想要甲即件代志创作清楚的时阵，迄落的迄个定义啊。其实我嘛伫即几冬，因为家己身体、家己人行入去到作品内底。才有一寡思考，就是社会运动者甲艺术家做的代志，其实内底每一个人生活内底拢有迄个艺术性。啊，迄个艺术性其实伫无共的角度看到的时阵，像阮就是我定定会伫社会运动者的身躯顶端看到一个艺术的可能性。啊，毋过因袂感觉讲因家己咧做艺术，因咧做的是社会运动啊，所以这甲我感觉做的人家己的定位有足大的关系啊。刷落来就是接煞就用头拄仔讲到的迄个艺术史即件代志，我感觉伫艺术即件家己的历史内底，伊拢家己咧问讲，我到底是啥物人？啊，所以伊无当时的时阵，伊拢是伫咧推翻家己，讲伊过去的家己。啊，所以才会有即马阮咧讲的当代艺术啊，还是有现代，还是讲安怎诶无共的表现的方式，所以。我感觉艺术即件代，伊嘛家己咧找家己的主体性，我到底是啥物？啊，这其实搁翻拄到就头前的时阵，其实咱文明就是安尼发展起来，甲每一项物件拢分一块一块切到做幼的时阵，迄个你甲我爱做清楚，啊，才会当讲会清。啊，我就想要问讲，敢是安尼？咱毋是拢生活伫即个地球顶悬的人啊，所以其实我讲过转来，就是我对声音内底，我嘛有足大的启明我的物件，就是伊改变我看即个世界的方式。因为普遍来讲，咱拢是用目睭，还是用视觉。来，也是讲用咱语言的意识来做所谓文明的交流。啊，其实有足侪的物件是伫语言之外的，啊，搁有就是可能伫科学之外的，就亲像。我逐日讲，就是我的头壳内底亲像一个宇宙共款，就是伊少看啊，就是毋知影，就是到底伫对安尼啊。非伫佮讲倒转来，就是艺术即件代志，我感觉就嘛是一直拢跟咧问讲，啊，毋过迄有一个感觉是。是咧有一寡感动，迄是较属于精神的部分。我感觉这是艺术内底想要去甲大家讲的。啊，搁有就是迄个腔，咱敢爱甲迄个腔一改，搁一改甲跳开啊，来
自头来讨论一下，咱到底是在讨论啥物安尼。我毋知影，我敢若讲敢有 make sense， 我毋知，就是嘿，就是我嘿一寡思考。真多谢你两位的解说啦吼。啊，我用本来是用迄个外行人吼，外行人来讲艺术，我来讲我一寡迄个回答即个单位的问题啦吼。我即几工拄好来圣地亚哥吼，参加即个因即个台湾拜托，我这惊会插着，你拜托讲话较细声会好无吼？我讲啊，你敢背景敢会插着？你听有清楚啦吼？因遐来参加一个福音歌戏2礼拜的集训啦吼。啊，所以我伫咧想，讲到底是即个表演的即个技巧吼，啊，含即个艺术的成分到底是虾米款？既然是你若讲是要讲福音歌戏，啊，你是干那咧讲歌戏，还是讲你要哪比，还是讲那到尾啊，你要表达的是虾米款？吼，啊，这就是讲艺术含即个表演者含娱乐中间一定是有一个差别啦吼。这就是像讲读艺术学院内面，有人咧行 fine art， 啊有人行设计，吼，啊你行设计，你的创意吼，你就是爱受付钱的人，你会听付钱的人甲你做主嘛。哦，你若行 fine art， 就是讲你也无头家啊，你家己就是头家，你就是你要表达啥物，你就是来表达啥物啦吼。所以我是用安尼来讲解说啥物是艺术啦吼。啊，第二点就是有关即个讲到艺术，咱会拢会想到讲3个元素嘛吼，一个是真吼，啊一个是善，啊一个是美吼。我是感觉迄个较古典的艺术。伊拢足注重吼，足注重要安画甲足水吼，即较注重。但是到较当代的艺术吼，拢会较注重讲要安怎表现家己吼，要安怎讲真吼，即个部分就是讲正讲的、原接的，啊，而且是无虚假的。啊，我不管你看了你会爽快啊无，有时啊你看了检查你会足痛苦，你会感觉一点仔都袂水，但是你主要的目的你是要表达你的想法，啊，甚至是刺激，毋是要分享，我甚至我要你刺激，啊，你的回应，啊，咱较来对谈，吼，这是我外行人，外行人对即个用外行人的眼光吼来回应即个单位的问题吼，啊，这讲咧可能讲袂了啦吼，所以我是拄则有答应即个面上兄吼。讲伊若有啥物款的，伊讲无够的吼，伊要补充的吼，啊，所以先互面上兄讲啦吼，啊了，伊若讲了，咱若有要继续去讨论吼，咱大家还阁来吼，好无？安尼面上兄，你敢有啥物要拄则你？多谢，我无继续要补充的，多谢。哦，好，安尼好，安尼看有人要阁回应无？安尼我安尼甲你回答，敢有 make sense 吼？吼，有足其实我想法我足接近这3位吼，2位专家啊，2位一位非专家意见吼。我家己想法啦吼，就是讲吼，艺术当然是要表达这个创作者的一个感情吼，但是这个定义吼，无充足啦，因为安怎咧？假使我为着啥物刺激啥，我去杀人，伊是表达伊的感情呢，吼，啊，敢会使讲是艺术？伊无啥物目的啊，伊是要表达伊的感情安尼尔啊，吼，啊，毋是讲为着赚钱，所以这个定义无够啦，无完全啦。啊，拄则梁公兄讲吼，啊，我家己想讲，是毋是要加一个美感，互你感觉会爽的美感？但是吼，这嘛无够啦，因为拄则梁公兄甲我提醒讲真善美，吼，这个我感觉安尼就加足水开的定义啦，吼，可能吼，咱这个问题就是讲无迄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有较水开的答案无啦，是应当是换做这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无正确的答案，吼，但是会当互较水开，大家会当同意的一个答案，吼，所以就是
艺术，照我讲啦，我的感觉就是讲，这个创作者、作者要表现伊的某一个感情，吼、这个感情，互看到这个创作产品的人，会有一个气毛质出来，真还是善还是美的气毛质，吼、大概安尼，我想是安尼啦，吼。我遮个回应一下吼，我回应的过程中，我嘛欢迎听众会当举手，等一下继续回应。我知影这内底应该有足侪做创作的人，可能嘛咧插嘴。毋过其实拄则单位遐你讲的遮拢伫艺术史顶悬，拢已经有辩论过啊。亲像讲8当前Duchamp 甲马桶囥伫艺术馆内底做展览的时阵，就已经咧挑战讲是安怎艺术一定爱是所有的水，水是啥物人决定的？因为伫足早以前，像讲法国还是英国，伊的方式咧展览的时阵，伊有一个 committee 去决定讲啥物人会当来展览，所以亲像讲印象派，迄阵因就感觉这实在是有够歹的，安尼乌白画，安尼画迄个光彩，画迄个莲花池，也无画了，行迄个古典迄种安尼画到左右，迄个 lace 拢画出来，迄是足无共款的。所以迄个 authority 就去决定讲，你印象派是足下流的，你袂当入来阮遮展览。毋过，所以一再艺术家一直去挑战讲，迄个时代相信的美是啥物货？你看即马嘅印象派是全世界。迄个海报 poster 卖了上好的，就是印象派的物件，伊是即卖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是艺术家一直拢咧家己挑战，讲我即卖决定即个是艺术，后来新的人来说会跟问共款一个问题是安怎即个物件是艺术，还是讲就是伊会一直去辩证迄个物件所以。即个相信真善美是水即个概念，其实是已经讨论过亲像讲，相机发明的时阵，以前的古典的时阵，你无相机嘛，所以你人的常用画图画甲足成的。结果相机一发明了，艺术家就开始问讲，我做的代志，相机就会当做，安尼我是安怎要去画甲足成 ，right？ 所以开始去发展讲，安尼成无成到底敢有重要？敢是成就是上水所以其实这是就伫艺术内底，我感觉艺术惊毋是艺术像讲你讲设计，还是讲一出戏好其他的作品拢有一个据点 period， 就是这件作品，还是讲这个设计这个后仔的设计，伊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去达成这个后仔是用来滴水的，伊有滴水，佮关的按。这个目的达成这个作品就结束毋过艺术毋是安尼，艺术是咧行迄个时代对话，是咧行迄个历史，还是讲迄阵生活的人类对话。这个物件是会随时间一直变，因为伊咧讨论的物件是较贴合的部分，伊毋是咧讲咧下定义，伊甚至是鼓励人去问问题。你甚至会愈看愈感觉即马到底是我即马咧看啥？就是伫当代艺术馆会较有产生安尼伊的作用是安尼甚至你即马的人对即马的艺术的定义，行100年后的人转来看你即个2022年的时代会做的艺术的定义，佫会足无共的。所以嘿，这是我目前有想到的。你算较当代派的。毋过因为古典艺术有古典的艺术的水毋过艺术史袂去停伫遐的原因，是因为咱人一直咧向前行，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一直咧改变所以亲像讲，某一个时代较大颗的人就是水 ，right？即马较大颗的人本质毋是水，毋过即马这个 concept 敢若佫一直要佫倒转来所以这个物件，你啥物是水，啥物是无水，是会随你迄个时代，你人的知识，今日认捌的人会去。像讲伫台湾，我
来美国较知影讲，你拍互乌乌就是水，因为你拍互乌乌代表你拄正 vacation 回来，大家人看见你拍乌就讲，哦 ，you get a tan，right？ 啊，你伫台湾，你若拍乌，你就互念，讲啊，你啊拍个遐尼乌，啥物货啥物货 ，right？ 所以这无共的地区、无共的国家、无共的文化，你对啥物物件是水，你无法度用一支标准去甲定义啊。所以其实做作品的这个部分，你嘛是，我因为转换国家的关系，我较会去观察到啥物物件对这个国家来讲是做事上的，好像讲我讲迄个资源回收就好啊。毋过来到另外一个国家，我还会感觉哪会遐尼咸 ，right？ 迄个咸会出生啊，迄个风咸，我讲的迄个风动，迄个咸，就是你爱有无共的文化的交流，你人换无共的位置去看同一个代志，你才会发现到一寡以前你毋捌看过的角度啊。所以 ，yeah 这可能来简单讲就是讲，即马就是讲迄较古典啦吼，古典的这物件拢足注重水，爱足 structure 啦。然后伫音乐嘛是，啊，你到较 romantic 的即个时代了，伊就佫较无共款去啊。这外行人咧讲外行话，啊，你迄面你敢有要补充？应该对，差不多是安尼的意思。我雄其实头壳内底敢若有足侪物件，毋过我即摆无法度地表达出来，就是毋过差不多安尼。是，哇，安尼今仔日咱有足深入的讨论啦，吼，所以是毋是咱即摆几点啊？即摆台湾12:10啊，吼，所以咱是毋是讲今仔日的节目吼，咱就到遮离开吼，啊，所以到遮结束啊，所以你若想话，你感觉讲哦，你要去困啊，吼，啊，是讲你要离开，请免客气，你就当家己离开。啊，你若搁要继续留踮遮开讲吼，咱遮来继续开咧吼。啊，咱即摆搁落去，咱就是想着啥物讲啥物啦吼。好，安尼若有要讲的人，咱就会当麦克拍开，家己发言吼。好。所以咱正式结束，我即马天机录影吼。我分享讲我的想法，对这个艺术的想法啦。我是林志美吼，我是感觉讲一个艺术品吼，是互人的心情、心灵吼，会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想法，会有引起人的即个回应，即款的物件啦。所以毋是讲一定是甲外在的即个现实一模一样，还是啥？吼，毋是干那是一个复制品啦，吼，是，但是无的确是真亲像，无的确无一定吼足抽象的，无讲足 abstract， 无讲足同款，但是总是会来互引起看的人吼，也是听到的人，伊家己迄个本人，伊心灵会有一个感应，有一个思想，也是有一个感受吼，有一款的迄款的吼，即款的物件都是艺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吼。啊，对头一位的即个讲者吼，我是感觉讲伊一个思想家，啊，佫是一个行动家。咱普通吼，即个思想甲行动定定是分做两边，但是伊即款的行动艺术，就是甲行动甲即个艺术吼，甲即个思想拢去结合起来，是真难得的。不过伊头一个即个作品吼，即个 project 一直循环，一直轮安尼。敢若 the Groundhog Day 安尼一直 repeat 吼，互我去想着讲，伊安尼生，伊暗时做梦的时阵，毋知是啥物款咯。这是我的一个反应，很多谢恁两个位吼。我想补充一个哦，今仔日真欢喜，大家阁有见到吴明祥教授吼。足早以前，即个咧考内尔的时阵，吼，咧参加美东夏令会的时阵，有即个台湾文化
台湾无学会的时阵，我甲阮妈妈啥拢有听着你的演讲吼，所以甲你有小可熟悉，啊，足久无看着，甲你拍一个招呼，多谢。多谢，即摆是 open mic 啦吼，所以大家拢会当讲，啊，即摆无录音，所以你要讲较咸的要吼，还是要讲啥物款拢欢迎。DB 姐请。